哦，九龙半母图，九龙半母图中间那个字是灵性的先天母，然后旁边9条龙，九龙半母图，龙生9子，各有秉性。你看，那你看，那前面那个是龟，龙头龟身啊，神龟、玄龟啊，玄武，玄龟啊，四圣兽里面，北方的玄龟、玄武，神龟啊，玄武啊。哦，你看，龙头龟身，复苏那个叫洛苏。然后这个是龙马护土，龙马护土合土，合土跟洛书合起来，和图书，那图书馆图书啊，你看那个大的带的乾坤带，布袋和尚那个布袋，弥勒祖师转成转世做布袋和尚，你看那乾坤带呢，躲劫避难呢，灾劫来的时候。哦，那个乾坤带布袋就可以拯救、保护善男信女的灵。